因为后边的执委会最近是有咧调查 X 平台，是这个 X 平台咧散布以下战争的非法消息。刷落来，卖阁去调查抖音、YouTube 甲面册这平台。后边是表示，中共真正是违反所谓服务法，毋但爱罚钱，上较严重的是要求后边所有会员国爱禁止使用。哈马斯伫10月初一攻击以色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后边内部市长案产业政策的执行委员博列东北华医界嘛警告过 X 平台头家马斯克，这社群媒体当咧散布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等事件的非法资讯。经过风险评估报告、透明度报告等初步调查资料，后边执委会伫10月宣布讲，要展开4项调查。包括敢有遵照所谓服务法的要求，对非法内容的散布，敢有风险管理甲补救方法，应对信息操控的现行机制，含提高平台透明度的措施是毋是有效？另外，关于 X 伫使用者界面设计顶头出名的拿高高口座认证，敢有涉嫌欺诈等。The infringement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dissemination of illegal content in the EU, in particular the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of risk link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illegal content in the EU Article 3435 and the flagging mechanism for illegal content. 后面执委员早伫4月就宣布讲，第一批监管的19间跨国大型平台，正正是推特的 X， 因为伫后面有1亿1200万用户，所以嘛排伫内底。除了 X 平台了外，这位监管嘛针对 TikTok、YouTube 和面册所有者 Meta 展开初步调查。因若巴赫克嘛建议各机构现阶段唔通伫相关的社群平台顶头做广告，不过这无代表后面就放弃使用 X 平台。It does not prejudge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nor does it signal that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X is compliant with all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DSA. 执委会表示讲，若是违反所谓服务法，相关会当罚线顶公司全球收入的6%。因若是情形严重，佫直直违规，会予后面禁止伫27个会员国内底运作。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